现在我在这里呢，是一个非常漂亮的一个环境，在这里呢就一起来一年，法王如意报。那今天在全球各地的这个成千上万个无数个弟子和追随者，那就一年这法王如意报。法王如意报的肉身呢离开了我们已经有20年的时间，但是他的真正的这个慈悲和智慧呢永远没有离开过我们的。所以今天呢就关于法王如意报的今年的很多的文章和这个寄送当中呢，看见慈中路主仁波切透过他的这个藏文的微博所发布的一个内容呢，非常非常多的人已经在开始转发，而且当中呢我也看到了看见一份做仁波切也有翻译成中文的，但是这个我现在所朗读的内容呢其实是我自己今天翻译的，不知道这个翻译有没有错误啊等等，但是呢无论如何呢这就是我的心意啊。那一年上师之歌有无颂啊，这个因为这个内容呢有和无这主要的两个内容。那有时候这个有呢代表着是入地，无呢代表着生一地。有时候呢这个有和无是非常奇妙的一个存在。我们经常念的这个四不异空，空不异四，四即是空，空即是四，也是一个无，这种有无共处的一个概念。那这个共处是一种合一和双运的一个存在，这是非常非常奇妙的一个，好像是一个矛盾，好像也是一个密不可分的关系。所以这个奇妙的点就是一个最至高的智慧啊。所以大堪波说，世神不在经上，在意中。所以四圣呢佛教的一个用词就是呢在显现层面的佛菩萨的相外相就是一个四圣。所以这个四圣呢本身呢四圣和法身有两个四圣，所以四圣呢就是不在我们的外境上了，意思就是说已经离开了。从名言上来说，四圣已经不在我们的对境，不在我们的眼前了。可是真的是已经不在吗？完全消失了吗？也不是，在我们的意义当中在我们的心里面口诀不在外处，在内心第二句是这样的。口诀呢就是上师所教导的人生的这个智慧，或者生命当中的最珍贵的这些教法，就是口诀。特别为什么说口诀呢？很多时候我们在从文字上从课本里面找不到的一些特别的内容，就是口耳相传的方式，先后相传的方式，上师特别教给弟子的内容就是口诀。这种口诀呢是不是从课本里面找呢？是不是从这个别的这个一些地方能找到上师的口诀呢？大堪波认为不是。那在哪里呢？在我们的心内。所以这个口诀呢其实是不是记录在文字里面的，而且是铭记在心的，就是一直记在自己的内心当中的。这个也是对我们的这个作为法王的一个追随者和弟子来讲的话呢，也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提醒。所以禅宗有一个说法就是不离文字，那这个不离文字也其实最究竟的这些窍诀和教法没有办法这个用文字去表述，或没有办法用文字去记录，所以呢一直以来
就是很多的窍诀本来就是在心里面的啊。然后呢，相见不在北周，在野蒙。所以这个里面呢，就是说经常呢上师还在世的时候，我们凡夫人呢就是有办法亲近上师，但是现在已经上师离开了，所以我没有办法亲自去见到上师。就像我们去专门去这个来到上师曾经所住过的这些禅房，到了门口打开了门，可是我们没办法看到上师的肉身，这是事实。但是所以呢，晚上在梦里面，当然这个里面呢就是有好几个层次的一个理解。一个呢，你就是晚上的时候透过睡梦的一家，从光明当中，我们就是自己的内心和上师的意有无如别的状态当中去这个安住这个光明的智慧。那个时候的你是真正的最好你和上师相见的一个机会。如果我们没有这个机会的话，也就是呢，因为白天你一直想念着上师，晚上在梦里面你能梦到上师，这个呢对一个虔诚的弟子来讲的话呢，其实是非常有鼓励的作用和一个强大的力量和一个加持力。所以第二天早上醒来的时候，我们都应该多少有过这样的一个纪念，就是说昨天晚上我梦到了上师，那今天晚上早上呢，我就醒起来的时候也非常开心快乐的一个状态。所以这就是这个对于不同层次的这个境界的弟子来说，就是有各种方式来就是跟晚上见上师的一个方法再接下来的内容是重逢不在现今，在来世。所以这个重逢的这个是再次能见到的，就是现今是没办法的，因为上师已经不在人间了。不过呢，就是未来的来世呢，绝对是能见到的。所以这个来世呢，法王如意宝曾经公开也说过，尤其是这个圆寂前的3个月的时候，他也说过，我现在这里呢离开这个肉身，我会直接会往生极乐世界亲见阿弥陀佛。然后呢，如果你们这个坚定不移的信心，然后就能够祈请到法王那个阿弥陀佛和这个法王如意宝无二无别的去这个坚持你的修行的话呢，我们可以在法王这个阿弥陀佛的面前，就是一起有机会见到。所以呢，这里特别说重逢不在现今，在来世所以就是泽成罗这堪布耶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对法王如意宝有坚定不移的一个信心的人，好好的这个意念着上师，然后就是上师的口诀，然后就按照这个上师的口诀去修持的话呢，来世呢一定能够见到法王就是这个意思了。然后再接下来呢，就是世间有聚，然而无分散。这个内容是特别特别有意思的，因为经常的我们世俗的很多的就是聚集都是一定有分散的。可是呢，当然呢，从表面来看的话呢，法王如意宝和弟子的聚集也有分散了。可是这里为什么说是无分散呢？因为当时的这个聚集不是一个世俗的聚集，内心和内心之间的一个聚集，三昧业的一个聚集，慈悲和智慧的一个聚集。这个薪火相传的方式运转到这个弟子的相续的时候，那永远弟子也就是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就是这种聚呢永远不会有散的。尤其是我们对上师有坚定不移的信心的时候，永远上师的慈悲和智慧，上师的加持力永远不会离开我们的，所以就无散还有呢，就是恩德有报无法尽回报，或者我的另外一个翻译是恩德有报，然而无尽报无尽报。那就是虽然呢我在努力的在报上师的恩德，这个是我们作为弟子的该做的事情，但是呢没有办法报尽
这个你的恩德，因为你的恩德是就是如须弥山如大海般的这个不可思议。所以呢，就是这个，也就是说，我今天再次的意念你，我正在这个怀念你对我的这个恩德，但是呢，我没有办法报尽，所以这个就是在下面的内容就是这样的。还有另一个呢，就是说一心有出，然而无分离啊。这个意和心是，这是我们通常的翻译。藏文里面的图翻译成意，心就是 sim 图一或者图 sim 图一的面，那就是中文的，就是这个上师的意和我们的心有融入。就是我们修持上师瑜伽的时候，本来你就是上师观想位在头顶和对面的这个虚空当中，然后最后慢慢的融入于自己的内心，那个就是有融入。但是呢，其实没有这个分离了，因为一般的世俗的东西呢，有出有融入有聚，就是有散有离。但是呢，上师的这个融入的概念，并不是在一个袋子里面装两个东西放在一起的那种概念。那是什么意思呢？那个究竟的融入就是无二无别了。所以那个融入的当下呢，你看到你一切的分别，看到你一切的二元，看到你一切的二这个字，所以那个时候就是没有二，就是怎么可能有分离？所以就是没有离了。这个是真正的这个我们就是融入的最究竟的意思了。所以这里也就是大堪布特别说这个一心有出，然而无分离啊。然后呢，在下面说的就是说世尽有时，然而无遗忘。所以这个从世俗谛的角度来说，我们的时间一分一秒在过去。法王如意宝离开我们也已经有了20年的时间，但是呢，在我们的心目当中，尤其是慈城罗珠堪布啊，在他们经常的这个他们撰写的这些文章当中或这个开始里面，我们也经常看到他们这种内心当中的这个法王如意宝和他们跟法王如意宝这一生一起的这些岁月呢，就像昨天和今天早上发生的一样的，所以永远就是没有忘记过。这个呢，其实也是一生作则的，也告诉我们一直上师的时候，你对这个上师的这个意志的过程当中的点点滴滴，在你的记忆当中要有那么重要的一个地位啊。所以就是不应该有永远因为事情而疏离或者淡忘。所以就是这是不可能发生的。所以这个就是上师瑜伽的上师相应的这个法的过程当中呢，你就是你的专注你的用心你的发心就是永远就是要这样的对待你的上师的话呢，那就是上师相应法的一个最殊胜的元气所以呢，时尽有时，然而无遗忘所以这就是今天这个大堪布所写的这个寄送的内容我也这样的翻译成中文了。我现在最后呢用藏文念一遍Zuku nangna yulna mejang semna yo dang china mejang lona yo shanjir ninmu mejang tsamo yo yangjal tarta mejang lan yo wonlo ndowa yo jang ralwa me gajen jalwa yo jang khorwa me tui de sewa yo jang yiwa me第四第八要讲7把枚，这些的嘞。Namo Garbe Namo Buddhaya